所以内政部已经表达立场说要延期了，所以现在问题在于我没有说表达立场要延期，我说请做好延期的准备。所以拜托不要把我的话做扩大解释。我养是去养金安阿嫂。但是因为实在是这一次国际上的这个瘟疫，真的是来势汹汹，而且大家了解，很多国家都还在整个滚动的发展之中。那到底高峰是不是过去了？现在看起来好像高峰是还没有过去，很多的专家都这么讲，可能还会有另一波高峰。所以在这里来讲，那我们的健康是相当的重要。那我们神明就是保佑我们人民的身体健康嘛，所以神明慈悲我相信我们很多神明他们也了解保护我们人民，所以在这里来讲，我也感谢很多的公庙都已经延期或者取消相关的这些活动。我知道最少都100-200间以上，为了健康跟为了瘟疫的这个防止，所以我才会拜托我们所有这些大型的公庙有这些绕境活动的。请拜托必须要做好有关要延期的这个准备，而且要立即做好延期的这些相关的准备。完全这么地讲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希望说有在举办大型活动这些公庙都要做好延期的准备我已经讲了。会限制吗？已经要做好延期的准备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公庙都在配合，我们感谢他们。所以内政部已经表达立场说要延期了，所以现在问题在于我没有说表达立场要延期，我说请做好延期的准备。所以拜托不要把我的话做扩大解释。所以有建议指挥中心所以我再次的提到，现在就是请立即务必要做好延期的准备。那现在很多的专家也是认为说，在现阶段里，并不是疫情就已经过去了，可能还会有一波高峰。所以我在这里对于我们大型的这些民众非常多、人数众多的这种大型拥挤，然后群聚集的这种场合我们建议像这样子的大型活动，大家要延期的备案，要考虑延期。木有徐部长，欢迎徐部长的莅临，欢迎您给我们大力的支持，百庙众圣护苍生，佑台湾，全球平安。预祝我们天佑台湾全球平安，我们百庙的一个齐心合力，让我们全球都可以人心安定，平安健康吉祥。是呢，因为像现在大甲镇南宫的部分，其实都是照如期举行的。其他包括南瑶宫那些，虽然说它缩短时间，也是都是如期举行的一个状况，你怎么看？我想我在这里要向所有的全民来呼吁因为疫情是不断的在滚动式的发展。那现在很多的专家也是认为说，在现阶段里，并不是疫情就已经过去了，可能还会有一波高峰。所以我在这里对于我们大型的这些民众非常多、人数众多的这种大型拥挤，然后群聚集的这种场合我们建议像这样子的大型活动，大家要延期的备案，要考虑延期。当然，有的大型活动是提到说他们仍然如期举行，不过我在这里也要特别提到说，如果我们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有任何决定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拜托所有的我们的各个团体我们政府机关当然不用讲，我们希望都民间团体大家一起来共体时艰，因为这个已经不是只有台湾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部长会比较强制性的。我想今天我已经讲得很清楚，我希望说所有各个团体对于大型这个人会聚集的大型的这些活动的话，都必须立即有准备延期的备案。我已经这样讲什么状况？什么状况下会有备案？他们自己要有相关备案，但我延期这相关的这一些，我希望说他们也要有这种对于疫情一直滚动发展的这种准备。如果打算的会有强制吗？我想疫情指挥中心当发布的时候，我们的传染病防治法，还有最近相关过的大家都是要遵守
那就像说我们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等等，这都是有强制性的。那我也在这里再次的提到说，我们对于宗教很多的活动，抚慰人心，那能够促进社会的平和等等，内政部都表达相当的感谢，因为内政部是宗教的服务机关，所有全国的宗教都是来内政部服务的。那我们在这里也感谢我们所有宗教团体对我们的支持跟配合。